Taste。 2. 花壇同防護邊緣區域，再睇埋圍欄邊嘅花壇，入面種咗啲線條好靚嘅觀賞草，唔係普通周街見到嗰啲開花植物嚟。防草設計，底部已經鋪好晒防草網，即係益草席，上面再冚咗一層木屑，咁樣可以好有效咁防止雜草亂咁生，幫你慳返好多打理嘅時間同心機。圍欄細節，花壇邊緣用咗矮木樁做圍欄，仲插埋藍色嘅防護漆。呢隻漆除咗可以防腐防潮耐用啲之外，仲可以為成個後花園帶嚟好搶眼嘅色彩對比，望落好精神。 3. 動線規劃，行路方面都幫你諗埋啦。沿住花壇邊緣，我哋鋪咗一整排灰色嘅方形踏步石。呢個設計一嚟方便你平時喺花園行路同打理園藝，二嚟最緊要係咩？就係可以避免你踩到啲新長出嚟嘅嫩草皮嘛。新增自動化同防護功能分析。 1. 自動灑水系統，你睇下畫面入面，呢度有條黃色水管駁住個旋轉灑水器，依家正喺度噴緊水霧。呢個系統對啱啱播種或者生長緊嘅高爾夫球草皮嚟講，真係超級重要。佢可以確保大面積咁均勻補充水分，你以後就唔使自己攞住條後人手慢慢淋，慳返好多麻煩。你睇下，沿住灰色踏步石嘅邊緣，已經整整齊齊咁排好咗幾盞黑色嘅太陽能地插燈。佢哋日頭會全自動吸光充電，到咗夜晚着燈之後，唔單止可以勾勒出花園同藍色護欄嘅靚輪廓，仲可以保障你夜晚行花園嗰陣嘅安全，唔怕黑麻麻踩完嗰陣嘅安全，唔怕黑麻麻踩錯腳。跟住呢個仲犀利，紅外線超聲波驅獸器，佢配備咗紅外線感應 PIR 技術，可以好精準咁捕捉到貓、狗或者狐狸呢啲動物嘅動態，一觸發到佢就會即刻發射一啲我哋人類聽唔到嘅超聲波，可以好有效而且好人道咁嚇退外來動物，保護好你個草坪唔會被破壞。最後仲幫你加埋物理防貓刺箭，即係俗稱嘅針針。喺花壇邊緣或者圍欄上方，我哋都安裝晒防貓刺 Cat Spikes， 呢種物理阻隔真係絕配，可以徹底防止隔壁鄰居隻貓跳入嚟你個花園，完美解決咗啲貓中意喺泥土或者新草皮上面周圍便溺嘅痛點，正到爆啊！